今天我们来讲《资治通鉴》的开篇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，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一生来做一个评述和描写的话，我们愿意从自己的哪一个时间段和事件开始呢？同样，对于历史也是如此。历史的长河，我们说川流不息，每时每刻呢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。那么哪一件事情是意义重大的呢？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人们，相信也会有不同的判断。司马光站在他所处的时代，用他的价值判断标准，就是公元前的403年。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司马光认为看来无比重大的事情，就是当时的周威烈王姬武同意魏、赵、韩三家从士大夫晋升到诸侯国的这样一个地位。司马光认为这一事件使天下人不再从事礼教，相反的呢，要靠智力、谋略、武力来争雄于天下。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真正的礼坏乐崩的开始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《资治通鉴》是从魏、赵、韩三家分晋开始写起的原因。在《资治通鉴》开篇，司马光说：“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，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等级，等级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。什么是礼教？礼教就是纲纪。什么是等级？等级就是君臣上下有别。什么是名分？名分就是公、侯、卿、大夫这些官爵身份的高低。想想看，天下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却都得听一个统治者的，哪怕是特别有才能、特别聪明的人，最终也不敢不为统治者服务。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礼教这个纲纪在约束着吗？所以呀，天子管着三公，三公督促诸侯国君，诸侯国君管着卿大夫，卿大夫管理百姓，高贵的支配低贱的，低贱的顺从高贵的，上面驱使下面，就像人的心脏指挥手脚，下面侍奉上面，就像手脚保护心脏，树叶守护树根。只有这样，上下相互协作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所以说，天子的职责里没有比维护礼教更重要的了。就像周文王推演易经，把乾、坤两卦放首位。孔子解释说，天在上为尊，德在下为卑，这就定了乾坤的位置。天地的尊卑定了，人间的贵贱也就清楚了。这就是说，君臣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地一样，不能颠倒。春秋记载史料时，可以贬低诸侯国君，尊崇周王室。周王室的人就算地位不高，在排序时也在诸侯国君之上，可见圣人孔子对君臣分级特别重视。如果不是因为这边碰到夏桀、商纣这样的昏庸暴君，那边又遇上商汤、周武那样的仁德民主，使得人民归附而上天保佑的话，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应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竭力维持。当初纣王昏庸，微子要是取代他，殷商或许还能长久，商汤还能在太庙受祭祀。还有季札，吴王寿梦有4个儿子，季札排第4，但最贤能。寿梦想传位给他，季札推辞，说王位是大哥的，寿梦就立了长子朱凡。微子和季札2人宁愿亡国也不要君位，就是因为礼制的大节不能乱。所以说，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等级。礼教的关键在于能分清谁贵谁贱，谁轻谁疏，谁对谁错，怎么处理事情。没了名位就显不出来，没了器物就表现不了。用不同名位称呼，用不同器物标记，才能上下清楚，有条有理。这就是礼教的根本。要是名位和器物都不要了，礼教怎么能够存在？当年钟书玉溪曾经为魏国立有大功，但在论功行赏之时，他却谢绝赏赐的封地，而却请求允许使用象征贵族身份的梵音。对此，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，因为封地多给点少给点没关系，但唯独名位和器物是不能随便乱给的，那是君权的象征。如果不坚持政治原则，那么国家就会跟着灭亡。魏国的国君期待孔子能为他处理政事，但孔子却认为首要之事在于正名，因为名位不正就会使得老百姓手足无措。梵音这只是个小玩意，但孔子却对其倍加珍惜。正名这只是个细节，孔子却将其置于优先。这实在是因为一旦名位和器物混乱，那么上下关系就无法维持了。任何事物没有不是产生于细微之处而逐渐发展变大的。圣人在思考问题时眼光长远，所以能够谨慎地处理细节问题，从而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好。普通人则由于见识短浅，所以每次都要等问题严重后再来处理。处置细节上的问题，用力小而成效大，挽救已经显著的弊端，则竭尽全力也未必能够成功。易经上说，
当你发现脚上踩着霜时，就应该知道结冰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了。上书上说，每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日常琐事，谈的都是这类问题。所以说，维护等级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名位。自从周幽王、周厉王室的以来，周朝的运道日益衰退，政治纲纪散乱崩坏，处下位的反过来欺凌处上位的，处上位的权威被取代。诸侯国君不经周天子同意就恣意征讨他国，卿大夫则擅自干预国内的朝政。从大体来看，礼教师承中已有7、8成遭到沦丧了。然而，周文王、周武王开创的基业之所以还能够延绵不绝，正是因为周朝的后裔仍然能够坚守名分的缘故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当年晋文公曾对周王室建有大功，为此他请求周襄王准许他死后使用天子才可以用的随葬的礼仪。对此，周襄王没有同意，回复他说，这是天子的礼仪，既然没有改朝换代，就不可以允许有2个天子。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，叔父您也是会极力反对的，否则的话，叔父您有的是土地，大可以自行举办随葬之礼，又何必来请示我呢？于是晋文公因畏惧而终究没有敢违反礼教。因此，当周王室的土地不比曹国和滕国更大，周王室管辖的人口已不比诸国和莒国多时，却仍然能在这数百年来充当天下共主。即便是晋、楚、齐、秦那样的强国也不敢有所欺凌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只不过是因为周天子还保有天子名分的缘故罢了。至于鲁国的季氏、齐国的田常、楚国的百公胜、晋国的智伯，以他们自身的权势，已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。然而，他们之所以终究不敢这样做，难道是因为力量不够或心中不忍吗？不是的，那只不过是因为恐惧践犯名分而招致天下人的一致讨伐罢了。现在晋国的3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，将晋国瓜分了。周天子不但不能派兵征讨，反而对他们擢升加封，使他们得以位于诸侯国君之列。这就使得周王朝最后仅存的一点天子名分都无法守住而彻底放弃了。那么，先王流传下来的礼教到此就算是丧失干净了。也许有人认为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周王室已经非常衰弱，而3晋的势力则非常强盛。就算周王室想不承认3晋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3晋的势力虽强，可他们如果胆敢不顾天下人讨伐而违背道义，侵犯礼教的话，就不必来请求周天子批准，自立为诸侯国君就是了。如果没有向周天子请求批准就自立为君，那就是叛逆之臣。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、晋文公这样的诸侯国君，就必定会遵奉礼仪而去征讨。现在3晋已经向天子请封，而天子又批准了，那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国君的，谁还能去征讨他？所以3晋被列于诸侯，不是3晋破坏礼教，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礼教。君臣之间的礼教既然已经崩坏，于是天下人便开始以智谋和武力争雄，这就导致当年受周朝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的后裔，江山社稷相继沦亡，百姓也遭到涂炭而几乎灭绝，这岂不是太令人哀痛了？